你可能從未諗過，呢啲喺我哋身邊忙碌穿梭嘅工蟻，佢哋嘅一生竟然收藏住一個震撼嘅秘密。為咗成個群體嘅繁榮，佢哋自願放棄咗傳宗接代嘅權利，選擇終生為蟻后同手足付出。咁點解工蟻會做到咁大嘅犧牲？科學家深入研究之後發現，原來一切都關乎一種叫做親緣選擇嘅深層機制。佢哋唔單止為自己嘅基因傳播出力，更重要嘅係，佢哋確保咗同自己有高基因相似度嘅手足，能夠成功將家族血脈延續落去。更令人驚訝嘅係，螞蟻擁有一種極其獨特嘅生殖系統，叫做單雙倍體。呢個複雜而巧妙嘅系統，導致工蟻同佢哋嘅姊妹之間，基因相似度竟然比同自己嘅仔女更高。所以，幫姊妹繁殖，其實就好似幫緊自己嘅基因，用另一種方式繁衍咁。